后面3个音会变低哦。来，女生低，好不好？来，31页，1、2、3。33页的最后一句，然后接给男生跟女生换音，最后一句。好，33页的第一句，然后我们唱到最后。1、上帝感谢你，我有份伫音乐的时光顶关于我的声音来听你来引带会友通做伙来敬拜。阮即摆已经准备好，主甲阮三角地家，为伫这奉靠主要所做的圣名。各位兄弟平安。咱早起要吟的诗，咱先来吟学第28首。天边看到赤鸟啊跋落，咱吟大者。多着。一可怜一干苦，一呀你听水家教啊，一呀一定听我，天别听我，天别听我
在天北听我，我在伊听水家鸟啊，天北一定听我。第一再搁一摆。天北看到这只鸟路，伊可怜因艰苦。伊遐尼听水只鸟啊，伊也一定听我。天北听我，天北听我，我在天北听我，我在伊听水只鸟啊，天北一定听我。第二节，伊雨山顶的碧合会，显出水的好看。那条高草木芳惠，伊也一定听我。天北听我，天北听我，我在天北听我，我在听水只鸟啊，天北一定听我。好，咱来个来练回应诗第13首。赤鸟的主，海洋的主。这条诗歌拢总是有6节，不过今仔日老牧师甲咱罗牧师有搁增加3节。第1、第2、第3甲第6教员，不过4、5、6有3节无共的吼，1、2、3、6教员词4、5、6是新创做的吼，歌词吼是罗牧师甲老牧师所新写的，所以咱若看圣经可能圣诗可能会较袂顺吼，咱看 PowerPoint 吼，咱来唱好免紧吼。天的主，行的主，更是天心的主，愿着怎样来敬畏，愿着怎样来阿乐。心之光的
万世主，神秘的主，人民的主，愿着早有现于咯，早有是现于天国。真好啊！咱圣歌队吼4、5、6，女声会关声，若是咱好，安那真好啦吼。好，咱今仔练习到这结束。若是有揸手机的，请你将转做震动。多谢大家。恁遮的上帝所拯救的百姓，就来到伊的面前领受恩典，因为主耶稣讲：“我就是路，是真理，是活命。若无对我，就无人就近爸。”咱即时三甲来吟圣诗第28首，天父看到赤鸟啊跋落，咱起立来吟全首。Thank you. 你
即时要用使徒圣经来做咱信仰的告白。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人来受苦，并死第四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活上天，阿这伫全能的父上帝的大名，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我信圣共同的教会，圣道的相通，做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们，请坐。咱即时要用诗篇119篇，也就是启应文29篇，用上帝的话三角来启应。行为无通指责，即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即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顺捷。上主啊，我要专心祈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我的心悲伤到要出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过世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这是咱同心来祈祷。创造的主宰，万福的本源，阮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的恩典，感谢你照顾阮的肉体甲灵魂的性命，感谢你的目睭眷顾阮的国家台湾，阮的教会、家庭、大人的事业，也伫你的看顾之下，拢伫顺序中来成长。伫前几日，阮有用欢喜甲毋忘的心，迎接过着台湾传统文化的农历新年。阮伫主的面前献上感谢祈祷，回顾上帝创造天地万物、拯救的历史甲意义，反省过去一年心思意念甲行为。照主真道，互心志换新，定心立志，毋忘过仁义圣洁的生活。主啊，即时阮的心因为条件主大欢喜，也故阮知你是公义圣洁，是真实。阮的心思意念有侪侪无合上帝的旨意。阮应该行的好无去行，阮应该尽的本分嘛无尽。愿亏欠上帝的荣耀，恳求你
怜悯赦免阮，主爱天父。阮即时也伫你的圣殿少念你的慈爱甲恩典。当阮看到天顶的彩虹，伫今仔日已经诚侪救恩的记号，阮就要纪念你是愿意赦免人的罪，是愿意互人悔改机会的上帝。感谢主耶稣基督，道成肉体，诚侪阮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互阮通坦然无惊来到上帝的面前，靠着十字架的救恩，勇敢来到主的面前，重新甲上帝和好，敬畏主，学罗主。恳求天父上帝也照着伊的大能，通过伊的救赎计划，将人甲世界带回起初创造的美好甲和谐，重新行伫上帝的正路。求上帝。天父上帝继续带领阮的国家台湾，会当行伫上帝的旨意中行着的路，保守阮的国家安全，甲继续有真水的发展。阮的国家内族群和谐，人民拢会当伫遮安居乐业。阮即时安尼同心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赞美献歌队因要吟的诗歌是《三苦士》，现在。Oh
恭听上帝的话。咱今仔日所要读的圣经是记载伫创世纪第9章第8节到第17节。创世纪第9章第8节至17节。上帝甲拿阿甲伊的囝讲：当我甲恁以及恁的后代立约，嘛甲遐个甲恁做伙。对大船出来的画面，包括白鸟、精星、野兽立约。我甲恁立约，所有肉体的生物，袂阁有大水消灭，嘛袂阁有大水毁坏全地。上帝阁讲，我要甲恁以及所有甲恁做伙的生物立永远的约。我要互星出现伫云里。做立约的记号，我互云热地，星出现伫云里的时，我就纪念我甲恁以及逐款有肉体的生物所立的约，袂阁互水泛滥，毁坏所有的生物。我看到星伫云里出现，就纪念我甲地上逐款有肉体的生物。所立永远的约，上帝对拿阿讲：这就是我甲地上逐款有肉体的生物立约的记号。以上愿上帝的话发出亮光。牧师今仔日所要传讲的信息是天顶的经。请咱同心来祈祷。主，我感谢你的恩典，当管三字集，当管领受你的话语。愿你用你的圣神启示阮、帮助阮，互阮点伫每一日，愿照你的话语来行，愿也领受恩典甲祝福。同齐点伫你面前献上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也祝大家平安，真欢喜咱会当来到伫教会，同齐敬拜上帝。我想要问大家，当顶摆你看见轻的时阵是啥物时阵？爱小回想一下，足久啊！大家都开始咧回想，到底是顶摆什么时阵看见星出现点伫天顶咧？一直其实定定有机会会看到，但是我会记得顶摆伫暑假的时阵，甲青少年去大神，带咱的青少年去大神，啊点伫大神迄天，阁有落雨，啊后来出日头。所以就踮伫迄个阳明山的山顶遐，看伫迄个星就出现，啊，所有的青少年拢踮伫遐，开始翕相。大家人拢讲，这是一个真水的画面。当每一摆当咱看见星出现踮伫天顶的时阵，咱拢会停落咱的脚步，翕相、欣赏，嘛开始咧看上帝的创造到底有偌尔奥妙。毋过，逐摆咧读这个故事的时阵，咱嘛真歹去想象到，其实星的故事背后所带来是人犯罪的效果。这个故事头前所咧记载的是人因为进入到伫邪恶中间犯罪得罪上帝，所以地到上帝用大水来毁灭全地，后来才会有星的出现。所以当咱每一摆安尼想的时阵，咱就毋通袂记你讲，这位创造的上帝，也是一位可能会带来审判的上帝。一个有疼的上帝，嘛有可能伊是一个充满公义的上帝。所以这个故事，咱若是读创世纪到第9章，咱一定嘛要对头前开始来看。故事是对创造的源起头开始咧讲。伫创世纪第1章就开始啊，上帝看伊所创造的一切。拢是好，拢是水，所以嘛照着伊的形象创造人，将管理的责任来交代予咱的人。得到自由的人发生啥物代志？得到自由的人踮伫这个充满美善的世界中间，看起来应该啥物拢最好的嘛。但是得到自由的人踮伫这个充满美善的世界咧运用自由的时阵，发生了错误，开始犯罪，
所以地高整个的世界进入到伫一个混乱以及罪恶的中间。这个时阵，咱就来想看卖啊。如果咱是这位创造的主上帝，咱安怎看这件事？咱安怎看啊？我创造一切拢是好，一切拢是水，竟然会发生了遮尔大的混乱，遮尔大的罪恶。咱大家人嘛会问后一个问题：安尼敢会是讲上帝的创造失败吗？敢会上帝的创造失败？地高讲原本世界应该是好，哪会进入到伫混乱的中间？当咱安尼咧问的时阵，其实是正常的，但是咱嘛会忽略一件代志，咱真歹用所谓的成功还是失败去理解上帝的计划到底是啥物。毋过继续读落来。到伫第6章开始，咱就看到讲，这位创造的主上帝是一个有情绪的人，伊是一个有情绪、有感情，嘛会有行动的上帝。咱想看嘛，伊本来会当就踮伫遐，啊看这个世界就踮伫混乱就好啊。但是伊犹原有反应呢，伊犹原有想要甲这个世界做对话。当然，伊有可能有生气的部分，若是生气，伊就会安怎做？若是生气，伊会去审判，伊会去刑罚。毋过踮伫第6章的时阵，咱会发现一个真特别的所在。第6章伊一开始伊讲，伊决定要用大水的时阵，伊显露一个真特别的情绪是忧伤、甲懊恼，应该是生气要刑罚，但是这个大水的一开始，伊竟然是带着一个忧伤甲懊恼的情绪来看待整个的世界。原本伊应该会当讲啊，我应该创造的拢是好，都是恁人，恁遮的人犯错啊，世界咧用家己的自由，所以地到整个的世界陷落踮伫罪恶的中间，所以应该安怎？若是你是爸母，你就想要甲遮个囡仔，甲伊讲尻川，甲伊惩罚，但是这位上帝，伊显露出。伊忧伤的迄部分，就算讲伊要用大水毁灭整个地上的一切，伊犹原有怜悯。伊期待的是啥物？这个世界会当转到伫原起头创造的美善。伊的怜悯嘛，对一个人的性命显露出来。迄个人就是拿阿。伊的怜悯对拿阿的性命开始彰显。圣经也对咱讲，伊讲拿阿是一个好人，伊甲上帝有密切的关系。但是煞只伊嘛无讲啥物，啊拿阿到底做啥物事，所以伊互上帝恶恼，对无？圣经无对咱讲到底拿阿是做了啥物事，所以会当得到上帝的称赞，会当讲伊是一个得到义的人，伊就是一个真好的人。圣经无安尼对咱讲，咱干那知影的是啥物？拿阿就是一个得到上帝所眷顾的好人，伊甲上帝同行，伊得到上帝的恶恼。逐摆安尼想的时阵，我感觉圣经的作者真特别，因为若是写讲拿阿是做了啥物代志，所以伊是一个好人，咱就会安怎？咱就赶紧拍拼吼，咱就赶紧拍拼，照伊所讲的。会当赶紧拍拼，照伊所讲，因为拿阿做了这一切的事，所以咱要真认真去做这一切的事，所以咱就会当甲上帝同行。圣经完全无写这件事，圣经无对咱讲到底拿阿做了啥物事，伊敢若提醒咱，上帝看伊做义人，上帝眷顾伊，所以上帝甲伊同行。这咧提醒咱每一个人一项事。上帝的恩典是对上帝遐来的，上帝将恩典赏赐予咱每一个踮伫即个世间的人，咱无需要完成侪条件，无需要做啥物事，是上帝的恩典踮伫咱中间。后来咱也继续看，大水就是即位忧伤的上帝所带来的处罚。今仔日因即个题目讲，一个天顶的宫，天顶的宫。一位生气的上帝，咱就会看到对天顶哪亲像有弓准备要
写出迄个字，要黄地来写。若是一位踮伫天顶的上帝，伊真生气，这个弓应该爱写对整个的土地中间，是安尼无毋对，所以大水来，大水来，大雨降落40暝，大水淹没整个的所在150天，只有拿阿甲伊的全家以及踮伫大船内底的遮个动物，还佫活着。当时间过了。当大水退下了后，遮个人、遮个动物对船行出来，踏伫即个涂骹的时阵，因开始也咧问一个问题：一切敢真正拢结束啊吗？敢真正一切拢结束啊吗？现在是咱确实是行出来，已经行出来，踮伫即个大地，咱已经踏着涂骹，咱是献上感谢，但是过来咧。咱到底如何去面对这位刑罚的上帝？敢袂讲，过会袂偌久，过来一摆无？大家人一定安尼想啊，因为我头拄所讲的，上帝有忧伤的情绪是咱看圣经咱才知。但是对迄当时踮伫船内底遮个人、遮个动物来讲，因所感受到的是一位刑罚的上帝。所感受到的是一个心怀的上帝，因为人做毋对，所以爱毁灭全部。这个情绪其实敢若上帝甲现主时咱咧读圣经的人才知，踮伫大水现场的遮个人拢毋知，每一个人心内底拢有惊吓。毋过，咱阁继续读，咱就知上帝咧想啥物。上帝咧想的是。看到现主时所毁灭的一切，伊讲：我绝对袂阁因为人的行为来咒诅全地。我知人自细汉就心思邪恶，但是我绝对袂阁亲像即摆共款啊！只要大地存留，地上已经有业种、有修行、有世间所享受的一切，这是上帝所认知的。咱看到一个。充满情绪甲感受的上帝，心理学家对情绪的定义到底是啥物？咱每一个人拢有情绪。伊即个定义，伊讲吼，咱的情绪就是因为受到侪刺激所带来身体甲心灵的一寡反应。啊，即个反应是复杂的。咱拄到侪事发生的时阵，咱的情感会有反应。啊，包括咱的身躯嘛会有反应，这叫做情绪。咱会当看到讲，这个充满情绪的上帝，这是有当时啊对咱来讲，咱真少去看到的。咱每一个人也是一样，当咱看见，也是拄到无共款的事件的时阵，咱每一个人拢有无共款的反应。咱会有生气，会有哀伤，或是有欢喜，或是冷静。也是流目屎。每一个人因为家己的成长背景，以及咱无共款的个性，甲咱的特质，咱拢会有无共款的情绪点伫看到一个事件的时阵会发生出来。前几日，甲一个人咧讨论，伊讲伊咧做遐人格测验，伊咧做人格测验，在伫一个团体内面咧做迄个心理学的人格测验，伊发现讲吼，做出来的结果甲伊所想的无共款。伊认为讲，伊家己应该是一个真理性、真重视逻辑分析者的人。结果伊测出来的结果是啥物？伊是一个感性的人。别人看伊应该是一个真冷静、重视一切分析，但是做出来结果是感性的人，伊就开始咧问这个问题：这是测验无准吗？这到底是做了无准吗？我认真想的吼，我就甲伊分享讲，咱有发现一件代志无？踮伫台湾的环境内面，咱会踮伫无意识的中间重视人一定爱理性的迄边来行，你莫去往感性的部分。所以有可能造成一个问题，就是原本咱应该是真感性的人，但是因为踮伫这个环境内面，咱开始行往一个理性的迄一边，所以看起来是冷冰冰，
但是实际上可能这个人本身是感性的。当这个讨论点伫遐的时阵，咱才发现讲，其实每一个人拢受到环境的影响，每一个人也拢受到咱家己的影响。讲，我应该是一个理性的人吧，但是无想到讲做出来是一个感性的人。咱会忽略人是多元的，人是有侪无共款面貌的，包括上帝有可能嘛超越过咱的人捌啊。咱到底安怎看上帝？有时咱看上帝就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伊是一个甲咱有距离的上帝。伊是一个，就是看到人你就照你家己的自由去做，但是你做毋对的时阵，上帝会来安怎？会来甲你处罚。但是咱嘛真少去了解讲，其实上帝还阁有真侪无共款的面貌。上帝会忧伤，上帝会懊恼，上帝会因为人所做的一切，伊有无好的情绪，会想要用尽一切的办法将人挖倒转来。这是上帝，但是咱真少去认捌这个有情绪的上帝。嘛，因为咱真少去认捌这位有情绪的上帝，咱嘛无容易去接纳讲，咱家己面对无共款的事件的时阵，有无共款的情绪。咱会当哀伤，咱会当生气，咱会当有欢喜，咱会当冷静，嘛会当有热情。咱有无共款的面貌，其实这是上帝照着伊的形象。创造咱每一个人，所以咱会当得到的。所以这个大水的故事，互咱看见上帝有公义的这边，也有怜悯的迄边。上帝毋是完全公义，也毋是完全的怜悯哦，两边拢有，两个面貌拢会同时阵显现踮伫咱的面前。所以咱看到迄个天顶的光带来的刑罚。但是咱袂记哩讲，即马即个天顶的光是对一边。咱袂记哩，即个天顶的光是对一边，星是对一边，安尼嘛对无？星就是即个光，若是有钱的话，即要发射的方向是天，敢毋是？这咧对咱讲啥物咧？出现点伫云里，这个星是一个天顶的光，但是这个方向是对天，无过是对人。这个星的出现，互人会当知影讲，上帝袂过毁灭踮伫地上的一切。这是明确的记号，也是永远的立约。都亲像遐个人。拿阿甲伊的囡仔，所有的动物对大船行出来，内心带着惊吓，内心一直咧烦恼讲，敢会过无偌久，过来一摆。所有人搁咧烦恼的时，有人若是上帝甲因讲，我绝对袂过毁坏，因敢袂相信？可能无一定会相信。所以这个。彩虹的出现，这个星的出现，这是一个真重要的立约，就是互人看会到，互人看会到嘛。上帝看见这项事，清楚知影讲，这个星就要成做恁的保护，这个星要成做立约的记号。这个星是天顶的星，但是伊是天顶的。伊成做咱每一个人的保护，互咱会当继续行伫即个土地顶面建造，踮伫遮有家己的生活。所以上帝对拿阿甲伊的囡仔安尼讲：我现在就要甲恁的行行顺顺，以及地上所有的动物，所有遮一切的飞鸟精生立约，我有应允。所有的生物绝对袂阁因为大水来消灭。袂阁有大水毁灭大地，我互我的星踮伫云里出现的时阵，这就要成做永远的立约。立约是上帝的行动，是忧伤的上帝，因为人的罪恶
通过大水毁灭一切了后，伊重新回顾过去所发生的事，赏赐互人新的应允。所以king的记号代表包容，king的记号嘛讲好好，也代表新的创造要开始。踮伫遮缤纷的色彩所发出遮的光，互每一个行行的人，重新互光来照咱每一个兄弟姊妹，互每一个心内底有行行、有忧伤、有济济无共款情绪的人，因为这个光对咱讲，咱是多元，但是咱会当踮伫遮得到包容，得到祝福。新的未来会因为这个记号，咱继续向前行，咱会永远踮伫遮。所以上帝继续讲，无论什么时阵，我会踮伫遮有遮的云彩，当遮的庆伫云里出现的时阵，我就会记得我甲恁以及所有生物所立的约。这就是新的故事，这就是新的创造。上帝未阁放杀伊的子民，上帝永远会甲咱伫地。所以，当咱踮伫教会内面，咱讲立约，立约毋是咱讲啊，是我要甲上帝立约。立约是上帝将这个约赏赐互咱，咱会当成做一个基督徒，咱会当洗礼，咱会当成做伊的囝儿，这是上帝将伊的约放伫咱的生命中间，邀请咱回应。上帝无照讲咱做了什么事，咱做了好还是做了歹，上帝将这个约就放伫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这也是圣经的作者一直想要表达出来的信息，就是像我头拄所讲的，那是咱知影哪做了什么事，所以得到恶乐，咱就一定会照这个事去行。咱会袂记哩讲上帝的恩典到底是啥物？所以上帝去讲，当我过一摆将约赏赐互恁的时阵，一切才会毁灭，袂阁出现。我会踮伫恁的身躯边。当这个世界充满罪恶、充满犯罪的时阵，我也会踮伫遐。我会踮伫遐，甲每一个人、甲每一个生物同齐行头前的路站。就算讲咱面对济罪恶所带来的后果，咱有悲伤，咱有生气，咱有济艰苦。但是这每一个情绪拢是圣的，每一个情绪拢是圣的，是上帝陪伴咱继续向前行的过程，互咱会当甲上帝行入一个新的创造。所以对今仔日的咱来讲，当咱抬头仰望天顶的king，上帝已经将这个约赏赐互咱，是一个。咱会看见新的未来的约，是这个未来不断行往咱的约。人的限制拢踮伫，咱一直想要挖靠家己的气力，挖靠家己的资源甲能力，想要去造一个新的未来，去造一个我感觉理想的未来。但是咱袂记哩一件事，未来踮伫上帝遐，上帝将这个约。出现的时阵，是未来行往咱，是这个约行往咱每一个人，互咱看见现主时，咱就会当看见新的创造已经开始，新的创造已经有新的未来。所以伫这点，咱会当看见上帝通过立约所带来的信息有啥物咧？咱会看见头一项事，上帝。会将无共款的人结连起来，上帝将这个世界无共款的人拢结连起来，那亲像彩虹的色彩共款，红橙黄绿蓝靛紫，有无共款的色彩，所以无共款的人会当带着无共款的运势、无共款的语言、无共款的想法，踮伫上帝所爱咱所做的所在，成就伊的美好。成就伊美好的计划，所以头一项请咱会记，
上帝已经将无共款的人结连起来。这是约所对咱讲的。上帝将咱每一个人结连起来，互咱踮伫无共款的所在来完成伊交代咱的任务。第二项，咱嘛会看见讲，上帝的祝福已经满满踮伫咱的生命中间。上帝的祝福已经满满，哪亲像这个彩虹一直所显露的光，互咱的行行，互咱无共款的情绪，踮伫这个光内面，咱知影上帝的恩典就踮伫遮。上帝的恩典就踮伫现主时，咱每一个人的生命中间。所以，你看这个彩虹，看这个星河，有无共款的色彩，有遮的光显露踮伫咱中间。嘛，对安尼，咱继续搁看见第三项事，上帝已经订立新的规则、新的计划。踮伫上帝的眼中，这一切有新的计划开始出现。就亲像人的罪，人是犯罪，但是人犯罪的时阵，这个天顶的经未将迄个钱写对咱，未对天顶是写对咱，是咱安怎看见这个经是真做咱的保护。这是新的秩序、新的特殊，是新的计划，互咱会当踮伫上帝恩典中间，活出新的可能性。也就是讲，咱无需要搁因为别人无做好，所以咱用歹的方法来对待。咱会当用上帝立约所交互咱新的计划来运行踮伫咱的世间。所以这就是咱会当看到新的未来。搁刷来伊会搁继续讲。上帝也带咱进入到伫上深的所在，进入到伫咱心灵上深的所在，听见伊的声音，咱会有无共款的情绪，咱会有咱的感受，但是这一切拢受到上帝的接纳，咱会听见伊的声音，带咱搁继续向前行。煞接，咱也会看见上帝重新来创造。上帝的创造是永远无结束的，毋是干那创世纪一开始讲创造了，任务交互人，这一切就结束啊。上帝的创造一直出现，踮伫现主时，咱也不断拢参与踮伫上帝持续咧创造的计划内面，咱会当看见上帝好好的行动，咱会当看见上帝的包容。咱会当看见上帝听人的心意。我刷来，咱会发现搁一件真特别的事，就是上帝是一个即兴创作的神。为什么讲即兴创作？因为无人知经到底什么时阵才会出现，无人会当完全去按算讲经到底什么时阵会出现。这个即兴创作的上帝。互咱知影讲，咱会当自由去享受上帝随时咧行动，随时咧工作。互咱踮伫每一个时刻，咱看见是上帝踮伫遮，咱会当看见我的生命踮伫上帝眼中是特别的，咱也是上帝的创造，咱会当真做一幅真水的图。所以。搁一摆邀请咱想这个做伙来想象这个天顶的光，这个天顶的光，咱会当看见无共款的色彩。伫无共款的色彩，咱见证上帝将无共款的人结连做一伙。踮伫这个空，咱也看见上帝将伊的光照咱，互咱会当永远领受这份恩典。咱嘛会当看见新的计划、新的规则已经来到伫这个世界。上帝要成做咱的保护者，也踮伫这个空，咱会知上帝带领咱到伫上深的所在，听见伊的声，咱的情绪、咱的感受，伊拢知。咱也会看见上帝一直咧创造，对缘起头到现今。伊一直咧创造，
伊的行动带来和好，带来包容，互咱每一个人显露伊的水。最后，咱伫每一个时刻，咱拢会看见伊是一个即兴创作的上帝。咱每一个人，每一个时刻，拢会看见上帝使用咱，上帝呼召咱，上帝将这个约放伫咱的生命中间，互咱会当向前来跑走，踮伫美好的创造内面，享受永远的福气。请咱同齐来看我写的这段话：天顶的光，抬头仰望天顶的光，仔细大发，毋知要写什么所在。仔神一看，天顶的光，缤纷色彩，显露上帝的光，哪咧讲起美好的消息？天顶的光是一份包容的约定，好好的约定，创造的约定。伊的名叫做彩虹。当咱每一摆搁看见彩虹的时阵，咱会看见上帝的拯救，咱会看见上帝的光来照咱，互咱勇敢向前来跑走，参与伫伊美好的世界。请咱同齐用圣诗成做咱的回应：赤鸟的主，海洋的主。赤鸟的主，海洋的主，当世清新的主，关着藏丘来敬畏，关着藏丘来舞蹈。地当的主，保风的主，地本扫岗的主，关着全球闪在咱，关着全球来呼救。彩虹的主，十架的主，好梦变康的主，关着早求受恩典，关着早求来感谢。抬头仰望天顶的光，仔细太花的光，不知消息要发声，不知发声的方向。自信只看天顶的光，缤纷多彩的光，画出灿烂的光彩，美好消息的宣扬。包容好好约定，做甲受造的约定，以命成立约彩虹，万世的主，神秘的
耶稣，主必怜悯耶稣，关掉所有恨喜乐，所有是恨的天国。同心来祈祷，主，阮感谢你的疼，因为你疼世间人，疼这个世界，就算讲人踮伫犯罪甲邪恶的中间，你的疼犹原永远存在。当阮每一摆看见彩虹，看见这个记号的时阵，阮知你已经将你的约赏赐互阮。是你的恩典，互阮得到徛在；是你的救赎，互阮得到新的创造；是你的怜悯，互阮会当不断行伫包容甲和好的中间，甲你同行来起造一个美好的世界。亲爱的主啊，愿你用你的光照阮，互阮踮伫每一个时刻，阮拢显露上帝你的光。互阮踮伫这个世界，阮知新的未来已经来临，新的国度已经来临，阮已经踮伫你永远的国度内面，不断见证，不断学乐，不断服侍，宣扬美好的信息，直到伫永远。愿主听阮的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请咱同齐用奉献来回应上帝的恩典。
谢。咱来看几项教会消息，咱同齐来分享。咱的圣经学堂即礼拜要恢复踮伫线顶，咱会读到的进度是《使徒行传》27章第1节到12节，欢迎咱会当踮伫线顶来同齐读上帝的话语。头一项报告，咱后礼拜要召开定期会员好会，所以咱后礼拜是联合礼拜吼。会员名单对顶礼拜到即礼拜，咱拢公告踮伫后壁，所以嘛，请咱的会员会当到伫后壁的所在，看咱的迄个名单，敢搁有重大的所在。若是有一寡重大的所在，会当来咱的小会员来提出遮的保证吼。咱后礼拜嘛，踮伫礼拜中间，咱会同齐收圣餐，所以嘛，请咱会当备万心来领受圣餐。搁刷来第三项咱奖助金112学年第2学期奖助金开始接受申请，所以嘛，请有符合资格遮的学生会当来申请。这个申请的时间会到后主日来截止。好第三项，咱踮伫3月31迄一日国外节，咱会举行洗礼甲献信礼，所以若有意愿要受洗的兄弟姊妹，请咱会当来到伫办公室这边来报名。咱会对3月份开始有迄个信仰造就的课程，3月17来问道理。所以嘛，请咱有意愿要接受洗礼兄弟姊妹，咱会当赶紧来伫办公室遮来报名。好咱的台语查经班后礼拜因为赵老师爱到伫台北演讲，所以咱会对2月27才恢复聚会。咱的进度会继续读加勒泰书，所以嘛，请咱会当同齐来备班。好咱一项迄个集体关怀的消息，咱教会黄庄月霞姊妹，伊踮伫2月13的时阵民主稳调，伊是98岁。会踮伫搁刷来即个拜六早起9点，伫殡仪馆来举行日检火化礼拜。下晡2点，踮伫伊丽莎白纪念教堂来举行告别礼拜。愿咱踮伫祈祷中间，也三体为着因整个的家族来关心甲代祷。搁一项报告就是顶礼拜迄个美琴副总统来遮发红包，搁有剩一挂。搁有剩一寡，我无讲足济，所以若是你搁想要摕的人，请咱礼拜煞以后踮伫办公室这边来摕，但是应该无剩足济啦。所以若是你搁有想要挃的人，搁有迄个猫狗徽章嘛搁有一寡，所以礼拜煞以后，若是你有要挃的兄弟姊妹，欢迎。顶礼拜有摕到就莫搁摕啊吼。对，互迄个顶礼拜无摕到的人会当来到你遮来领取吼，所以我做以上遮的报告。咱做伙来读本周的金句。本周的金句，我要互卿出现伫本年最入约的记号。创世纪9章12节，咱做伙来读2遍。我要互卿出现伫婚礼最入约的记号。创世纪9章12节，搁一遍。我要互卿出现伫婚礼最入约的记号。创世纪9章12节。咱即时起立来吟。祝福切恳的诗歌，第392首《俄勒上帝万福本愿》。俄勒上帝万福。下青山，地顶现在雄赞万世，阿罗贝加星星兄弟。
受上帝祝福。愿咱得着主耶稣基督恩典、天父上帝的疼痛，以及圣神的相通甲带领，甲咱正大家三地地对答直到永世代无煞。阿门。下次。